各位早晨，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7至18.4度。至於最高氣温介乎17.5至19.2度。一齊睇下衛星雲圖。影響廣東沿岸嘅偏東氣流正係逐漸緩和。本港今日間中天色都唔錯㗎。同時，一道雲帶正係為廣東帶嚟有雨嘅天氣，所以大家出門最好帶遮傍身啦。預測方面係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温大約21度。夜晚黑沿岸有薄霧，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。聽日和暖有薄霧，星期三風勢比較大。去到今個星期中後期大致多雲，有1兩陣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低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，同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落雨，廈門落雨，台北落雨，上海落雨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。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驟雨；墨爾本多雲，悉尼多雲，布里斯班天晴；奧克蘭驟雨；溫哥華落雨；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；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天晴；倫敦有霧，巴黎天晴；阿姆斯特丹、法蘭克福、蘇黎世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